喂喂喂，呢度係文哥聊天室，過嚟傾下偈，吹下水，乜嘢都嚟噏一餐。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講一個可能有啲嚴肅嘅話題，但我覺得非常值得探討。美國嘅債務危機會唔會令佢走向一條可怕嘅道路？呢個話題或者會令人聯想到歷史上某啲國家嘅經歷，比如二戰前嘅德國。而家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啲歷史事件同今日嘅美國究竟有冇相似之處？其實二戰時候嘅德國點解會走上一條毀滅性嘅道路？當中有好多因素。但係其中一個關鍵就係經濟問題。上世紀嘅大蕭條為德國帶嚟咗毀滅性嘅打擊，而當時嘅希特拉佢嘅解決辦法係乜嘢呢？簡單嚟講就係借錢。當一個國家經濟崩潰、債台高築，而手上又有強大嘅軍事力量，歷史話俾我哋聽，最直接嘅辦法往往就係掠奪，甚至發動戰爭。老實講，呢件事令我聯想到今日嘅美國。從2008年嘅金融危機到2020年嘅疫情，美聯儲採取咗極度寬鬆嘅貨幣政策，瘋狂印鈔、放水，試圖穩定經濟。但係結果就令美國嘅債務越嚟越高，已經達到咗36萬億美元，超過咗美國 GDP 嘅1.3倍。就算美國傾全國之力，亦都無法還清呢筆債務。如果呢個問題得唔到解決，結果可能會非常可怕。呢度我哋回顧一下德國嘅歷史。一戰結束之後，德國作為戰敗國，唔單止失去咗大量領土，仲被要求支付2260億德國馬克嘅巨額賠款。對於一個經濟已經崩潰嘅國家嚟講，呢無疑係雪上加霜。當時嘅魏瑪共和國選擇咗乜嘢辦法？佢哋透支咗國家嘅未來，不斷印鈔嚟應付賠款。呢個直接導致咗惡性通脹嘅爆發。舉個誇張嘅例子，1921年1美元可以兌換64馬克，而只係2年1美元就變成可以兌換4.2萬億馬克。呢種程度嘅通脹真係令人難以想象。當時嘅德國人生活有幾慘呢？基本上一塊麵包就要賣到50萬馬克，一杯啤酒甚至要上億馬克。老百姓嘅生活徹底崩潰，失業率更加係飆升到咗35%。無數人餓死、病死。喺咁嘅情況下，希特拉登上咗歷史舞台。佢當時嘅競選口號簡單，但觸動人心，讓每個家庭嘅餐台上都有牛奶同麵包。而且希特拉上台之後，的確做到咗呢一點。從1932年到1933年，德國嘅失業人口從600萬減少到200萬，工資亦都大幅提高。到咗1938年，德國嘅 GDP 幾乎翻咗1倍。甚至希特拉仲承諾要俾每個德國工人都能擁有一架汽車。不過問題就嚟啦，呢一切嘅繁榮係點嚟嘅？答案就係借錢。希特拉通過發行債券，從美國資本家嗰度借嚟咗大量資金，用喺基礎建設同埋軍事工業。比如佢上台之後，修建咗6700公里嘅高速公路，相當於今日德國高速公路嘅1/4。同時佢亦都大力發展軍事裝備。呢啲措施的確短期內解決咗失業問題，改善咗民生。但係呢種繁榮係靠債務堆積起嚟嘅，最終都要付出代價。到咗1938年，德國政府嘅收入係177億馬克，但係支出就超過咗300億馬克。到咗1939年，大批5年期債券到期，德國政府根本無力償還。甚至強制要求銀行購買政府債券，亦都只係杯水車薪。最終為咗避免經濟崩潰，希特拉選擇咗最直接嘅辦法，發動戰爭。今日嘅美國同樣擁有強大嘅軍事力量，但同樣背負住無法償還嘅巨額債務。如果呢粒債務炸彈最終爆炸，美國會唔會好似當年嘅德國一樣，選擇用戰爭嚟掩蓋經濟問題呢？從最近嘅情況嚟睇，美國似乎已經喺全世界巧取豪奪，試圖維持自己嘅國際地位，就好似當年嘅德國一樣。美國嘅軍事實力俾咗佢挑起戰爭嘅資格。當然，我哋唔能夠話呢一切一定會發生，但係歷史總係有佢嘅啟示。如果美國真係走到呢一步，咁對世界嘅影響可能比二戰仲要嚴重100倍、1000倍。而家嘅美國唔單止擁有最強大嘅軍事力量，
仲掌控住全球金融體系。一旦佢發難，後果真係難以想像。所以我哋回顧歷史，唔係為咗恐嚇自己，而係希望從中吸取教訓，避免重蹈覆轍。好啦，又到咗片尾。如果鍾意今集內容，記住按 like 支持下，順手分享出去。仲未 follow 我哋 channel 嘅兄弟姊妹，快啲訂閱同埋按個鐘仔。你哋每個支持都係我繼續拍片嘅動力。下次再同大家吹水，拜拜。